阮今日过来庙宇爬山，今日天气无啥好，咧落雨。毋过因为停车票已经买啊，所以嘛是来啊。阮即摆行的路线甲顶回无共，即摆行的是较山顶，我即摆已经有淡薄仔忝啊，毋过会当看到无共款的风景，嘛是袂歹啦。而且在山顶即条路线，较无啥人咧行，真好。才感觉会当直接拍武夹片。迄顶悬拢蒙雾。即支若较悬的人来，一定会弄着。阮头拄伫遮，即马行到遮，要安尼行一日，安尼搁踅转来。这是无网络的，所以来进前爱先伫 Google Maps 顶悬download伊的离线地图，安尼起来才会当看。才开始咧搭梦啊，安尼搁不哩遐水咧，那亲像伫咧仙境咧。迄只毋知影敢是暗公鸟。即摆啊，阮阿母嘛有对阮来，因为阮爱用伊迄张 Life Pass 才会当免费入来。毋过啊，阮阿母伫下骹咧散步，无对阮起来爬山，应该爬无法啦。细哩哦，豆豆仔行哦，莫淋落哦。这铁架卵真正有够济，规山片拢是。这路线差不多2点钟左右，所以表示我已经行一半，还阁有1点钟爱行。我规身躯拢已经热起来啊！头拄仔入来的时阵，阁有淡薄仔寒，即摆咧流汗。耶！
头拄仔有真侪经过阮的人，拢甲阮问讲后壁阁有偌长，敢会足歹行的。我想应该是先行下骹了，再为迄边安尼，到阮顶倒边的方向安尼起来。你看这后壁遐侪楼梯着，因为迄边安尼行爱爬楼梯起哩，阮迄边顶倒无啥物楼梯，所以为一开始迄边安尼起来，安尼行会较轻松。若是为另外一边安尼行起来，可能会较忝淡薄啊。阮安尼行，即摆拢是安尼落楼梯啊，为下骹行的路。安尼较袂忝，佮开始落雨啊！各位迄边定1.1迈就到啊。这边是另外一个路线。差不多要到顶会行的所在啊。落来啊，这差不多就是顶摆来的时阵的所在啊。即摆要行这普通的路线，转去停车场遐。恁看，这个路就是拢有铺板啊、甲点啊加的，好行真济。迄毋知是啥，应该毋是芳寿吼。哦，才有另外一个路线，若是有机会过来，应该会当行这条看卖。这就是顶回翕相的树坑，应该得要到出口啊。行转来啊，我有够够的。赞啦！来找阿母，阿母坐伫遮休困。阮即摆废料出来要来牵车，即回阮来较早，停的有较近，顶回停有够远的。即摆即个停车场嘛，差不多要满，若搁较晚来，就爱停较远的所在啊。